温泉来煮卵，伫个宜兰邱志德温泉煮卵区，这乃是袂少民众真敢去煮卵的所在哦。不过，即马所传出讲有民众竟然是乌爸母用牛奶粉的管仔，家己做煮卵的桶仔落去煮卵，或者过路的民众是看甲大喙硬啊，一直讲真正无卫生。温泉水烧滚滚，阁舞白烟。竹篮仔内底鸡卵甲各种食材，放入去温泉内底滚滚的，好食的温泉卵就煮好啊。只是有民众哪食哪看，煞发现，这位先生你哪摕牛奶粉罐来咧煮卵？摕出手机仔来翕相，事后嘛伫面册铺文来写，明明都有规定爱用20块的竹篮啊若200块的押金用完就会退，但是就是有人会发挥创意，摕牛奶粉罐，甚至是洗衫的袋仔来咧煮卵。网友看着拢讲真咸，嘛有网友讲时机歹歹啊，省这20块是真勤俭的美德。嘛有人讲遮尔省，规气莫出来佚佗，遮尔咸的行为，现场的游客听到拢是一直喊头。不环保，而且也不卫生啊。这样不好吧？我会觉得说怎么不好呢？塑化剂或是里面这个污染到了。游客拢讲安尼实在是真无卫生，有人会选择来阻止，嘛有人会选择换一个所在来煮。只是这种行为一直来发生，相关的单位到底是要安怎来处理？求职者煮蛋炒现场都设有提醒告示，禁止游客使用塑胶、铁类等制品来煮食。未来我们也会加强现场的巡逻。有关单位表示会加强来巡逻，嘛会来甲因考劝，嘛呼吁民众爱来遵守规定，因为煮卵的温泉属于公共区，维护卫生是每一人拢有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